乡亲啊，这是台中的北区一个误车路口，真复杂无？讲这个科技的执法才一个月，就开出着6000多张的罚单，罚款总共是411万。这台乌色轿车驶伫倒弯的车道驶向正边的车路，结果被罚600块，因为安尼算直行。所以又有一台白色轿车行对倒边去，可能认为安尼算是直行，嘛被翕到。像安尼其实算倒弯，共款罚600块。这是台中市上复杂的误车路口，警方架设科技执法的设备，才一个月尔，就开出6000多张罚单，总共是411万。其中大部分拢是行唔到车道。最容易违规原因呢，是因为这边是一个5岔路口，许多车来到这边呢，都不知道自己呢到底该走哪一个车道，因此光是记者来到这边就目睹了2起车祸。我会注意的啊，他分析，因为他看到这里是怎么回事，他分析了吧？所以他突然要右转。对，认为啦，这条是直行，因为这边比较对的是五权路，但是也是感觉。对啦，感觉，因为每个人毕竟感觉不一样。为半空中来看，若是为正边下骹三面路驶过来，继续驶三面路算直行；闽南街算正弯，五权路算倒弯，安尼较无争议。也无对面头前的中德路到底是直行还是倒弯，大家拢无啥啥。复杂就是路口比较多啦。真诶，乡亲认为讲车道敢若3条，也过有4个路口，加上车流量大，若无设置就会行唔到去。若是向换车道，过因为到过双白线被罚，这根本就是陷阱。警方讲已经为真清楚啊。路口之前甚至往前推都有相关的标会的文字的呈现，还有一些指示牌。警方强调讲，这摆科技的执法包括行唔到车道、到过双白线、弄红灯超速，甚至是无2段式倒弯等等拢总有。主要是因为因过这车流量较大，时常发生直行车甲转弯来车相容的车祸。有经过1个月宣导后才启用的，未来会阁加强告示甲宣导，呼吁驾驶人爱依照规定驶车，以免被罚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